美国是一个特色的地方啊，因为什么宗教都有。对。从开始我们都是有基督教、天主教、回教啊、印度教，什么教都有。特别是你是70、80、90年代在东西边的长大的话，人平常是比较开放一点，因为是移民的地方啊，大家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对。美国是移民的国家，没有一个人可以说都是除非你是原住民。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处，可以有新的人进来，帮助我很多。是我父母给我好的教育，他们从来没有说你一定要当佛教徒，他们说你要跟你朋友去犹太的庙去啊，印度的庙去啊，去看啊，没问题啊。你要信佛不信佛这个不重要，但是第一你要了解这个是我们家里的文化。这个是我们家里要给你一个好的ethics morality 啊，所以你可以有一个好的信，你以后继续去寺庙什么不重要。然后他们有让我知道佛法是什么，深入经藏，我知道四圣谛八乘道是什么，所以有这个背景，有这个自由。我不会感觉我需要反抗，我需要叛逆我不要。那你不叛逆不反抗，他们有没有叛逆和反抗你家人的文化 ？No， 但是我年轻的时候当然会碰到。我有碰到老师直接给我讲我会下地狱。然后我父母因为不信那个上帝，对，我不信他们的上帝啊。我也是在监狱里面穿着这个喇嘛衣服的时候都碰到过。有会会，然后他们说你会下地狱，没关系啊，我做烧烤啊就好了啊，没事啊，我们去地狱，我们在大的 barbecue 啊。前几天你记得吗？你在现场吗？有一个人说。这是他在那边遇到一个传教士，然后说你会下地狱，说好啊，我喜欢地狱，然后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对啊，因为你要跟这种的偏激的人辩论还是介绍，他们不会接受逻辑，因为他们没有逻辑的所以开玩笑，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没有真正的安全感。为什么叫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是了解他们的神经，他们了解他们的背景很浅，然后心里面需要一直说我们对，因为心里面知道不是这样子。佛教徒我们不需要，佛法的法是 universal truth， 任何的人可以修。为什么达赖法王有3万5万的人都请他讲经说法？不是全部都是佛教徒啊，很多是回教啊、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他也可以啊。因为他讲的法是任何的人可以学，这个是过了任何的宗教。很多宗教说大爱、博爱，但这佛教可以包容所有的。所以以前我碰到这种的人，我会跟他们开玩笑，因为跟你冲突没有用。所以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我2年前的一个访谈当中，我就跟一个美国的藏人还是这个说话，他说现在美国呢有一个专门就是打坐啊、心理这种一个佛法相关的一个，反正就是一个宗教相关的课程。这个里面结束度最高的是佛教。而且他们是好像哈佛大学推广的，是，而且是非佛教徒能接受度的最受欢迎的就是佛教。他的一个具体的数据给我了，但是我忘记了现在。OK， 现在我要说几句各位观众可以吗？因为现在我们自以为要只有民主、开放、人权的有一些东方的父母啊，他们自己慢慢信佛，他们觉得孩子需要自由的，我不干涉他私人的事情。
所以小时候都是自己很虔诚信仰，但是呢，他不敢他透露任何他自己的是那个修行啊、学佛啊等等。其实我是不认同的，因为他自己觉得，因为这个人的本身生命有一个是精神层面，一个是身体的肉体的那个物质层面。那精神上物质层面的你最好当然要给他了，精神上的你自己认同的、自己接受的最好的肯定要给他了，因为他是你离你最近的、你最亲的人了。你这样不给的，其实实际上好像我怀疑，甚至我怀疑你真正对信仰的认识，这个佛法智慧的认识啊。但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一个呢，我也当然是不能强迫，就是小朋友他真的没有兴趣，你不能强迫他，不能暴力他，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也同意的。但是第二个呢，你去的时候，你尽量能带就带，尽量讲就去讲，你尽量怎么拜佛，怎么点灯，怎么合掌，怎么做大礼拜都要说。你到了18岁了 ，OK， 你自己就是有自己的思维，自己有决定的话，我们就是不干涉。就小时候像你一样的状态的时候，也就是当然你想去跟朋友一样，其他地方他也不要阻止了。我觉得你的母亲是非常有智慧的，这个方面的平衡做得非常好。第一个呢，不要过度的自由，不要过度的限制。反正就是你自己的家里的文化，自己的这个信仰的文化，应该要传递给他。是的。他们有些，而且反而西方人这方面做得很好。我在欧洲有些地方父母信佛的，他们的孩子都，我去年去英国也是这样的，父母两个都是，好像父亲是一个演员啊什么的，但他们两个都是带着3个孩子。一个是1岁，一个是3岁，一个是5岁左右，然后在那边就是排队，然后要去加持，然后要赶路完，全部都是比我们那个好像不但人和西藏人一模一样的去做了，知道吗？我觉得很感动的，真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大家这个也要自己，我们传统文化，北京本身就是佛教背景的华人啊、藏人啊那些，现在藏人还好了，目前这些呢应该要就像你的母亲一样的。要让他接触自己的信仰和家庭的文化，很明确的告诉他，很明确的告诉他，对，然后再最后就是当然有一个选择权，是的，这样。因为我父母让我去不同的教堂、不同的我朋友的家，看到他们什么修、什么做的事情，然后我父母一直让我看他们在修行佛法。从他们表达的方式，我爸爸我会带我年轻的时候到穷的地方啊，然后给我讲，你家里有福报，不是每一个家里有福报，所以你要帮助，所以他会带我去一些的受布施啊，在那个 homeless shelter 啊那一种的地方。我妈妈会带我去医院，我妈妈以前有会见血。给别人啊，什么东西？我妈妈听到某某谁亲戚往生了，她一定会去煮很多菜给他们吃啊，放在他们的家。听到谁需要帮忙，我父母不是讲慈悲，他们修慈悲心，让我看，从来没有批评任何的宗教。但是我去别的地方啊，听到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同样的宗教。这个教堂不喜欢这个教堂，从来没有听到，从我父母的口中，偶尔从那个长老在我旁边的，所以很自然，你会感觉佛法是真的是很棒，很棒。这个是父母给你的以身作则的一个榜样，然后就是这个影响到你了。那这个是一个做父母做得非常成功的地方了啊。然后呢，再加上呢，你自己慢慢学的台湾学中文，这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挑战？可多了，因为刚刚说的我是空的来，这样子也学很多，文化不一样。臭豆腐什么时候开始吃？那个是从开始我都可以接受。Sorry。可以。但是有一个东西真的有2个东西很难适应。我刚来这边，因为美国都是喝冰的，冰水，冰块。我读佛学院3年都没有喝到1杯冰水，吃一个冰块，很痛苦啊的事情。因为他们中药啊、中医啊，他们都是要烧水。美国人烧水是
你在医院的时候喝的，你是病人，你是喝热水，哦，正常的人不会，所以那个然后另外一个是早上3点多4点都要起来，那就是很难。有一些文化的地方都拖了一段时间适应，因为美国的文化是很开放啊，讲话很多啊，我们的表现的方式是很不一样。对。特别是我爸爸是拉丁人，我也会讲西班牙话。我小的时候常常去巴西、阿根廷，我会讲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然后我们文化都是用手讲话，但这是妙，你会被打的啊。所以呢，你说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开玩笑的，但是喝冰水啊，喝任何的冰啊，吃任何冰的东西，台湾人特别那一代的时候完全都没有。你知道，我到印度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吃东西一边吃东西一边要用冷水。我们藏人就是，所以呢，我到印度的时候，第一天学到第一句就是 garam pani，garam pani、tanda pani 就是热水和冷水。在后来的这个基本上在印度和台湾的这个来往的这个10年的时间里，我的这个印度语就停留在这个阶段，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要 garam pani，就是要这个热水呢？因为就是我们就是很想问有没有热水，就这个概念，就第一个念头很痛苦的。是啊。那再加上你说这个要早起晚睡，这个然后寺庙的出家的对啊，那每一天早上3点多4点听到头有一个木板啊，佛学院有一个木板要搭那个木头啊，很快起来要去做早课，每次那个很痛苦。不，有一些文化的方式，因为美国人，我们用我们的身体讲话，对，一个出家人不可以啊。对，那边的出家人可能都不可以啊！你的手不能动，你的身体不能，你不能翘脚啊！有这种的，真的刚开始的时候很痛苦。我想我的背痛1年哦，因为我们不能躺下去太多时间，然后讲话都不会。How are you 啊？讲话很大声。对。这个慢慢来，我就是在那个中山路就是正神风法会，一般的师兄遇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几个这个悉尼来的师兄还是不这样，所以就只能非常谨慎的看对方啊。这个是文化，这个是我拖的时间。吃的东西，其他的生活我都是 OK，有一些文化的表达的方式，对，还有美国人呢，我们比较不会管别人任何的事情。对，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不做什么，不做什么。但是台湾的很热情，很热情，然后他们喜欢了解所有的事情。OK。很像我，因为我在中国有当教授。OK。漳州科技大学。因为我是大陆呀，我是教授，我是教哲学的。然后那个，你看你的徒弟都不知道，都不问啊，他每次想我是小三米而已。对。大陆人有一种的习惯，你开什么车子？你买你的房子多少钱？我从来，你每个月的薪水是多少？然后从美国的看法，你不可以问这种东西啊。有一些东西我们都不谈。然后他们愿意谈这种的小文化的差别，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然后他们永远说我胖。那你生气吗 ？No， 因为文化不一样，有的时候累，美国会说胖吗？会说胖的时候会生气吗？会啊，美国人会啊，因为你不能说台湾人，然后我以前很瘦哦，对，但是他们还感觉我很胖。是，因为台湾人的胖的标准真的是我都很难理解了，有时候真的有这样。真的，他们很瘦，特别是早期啊，所以这是开玩笑的，不重要。从一个文化的关系，这个以前他们的
问你的方式没有习惯了。这是小事情。这个我们西藏的这个喇嘛们开玩笑方式有点这样啊，直接会说你胖啊，怎么这样？开玩笑是另外一个事情，他们认真给你讲你很胖啊。那个不一样啊。这个受伤严重了啊。不，那个是以前了，所以无所谓，习惯了。然后慢慢的越来越了解韩人，我还是日本人，我还是中国人，文化不一样。韩人，你说中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都不一样啊。因为他们讲中文有的时候也不一样，方言多，还有一些的表达的方式，所以这个是很特色，我很开心的，我有这个因缘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了解不同的文化，所以都是开一个新的世界。所以我来这里没有那么辛苦的适应，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我的家，我是客人。我父母教我，你来别人的家，你要尊重啊，喜欢不喜欢不是重点，不重点，尊重。所以我尊重他们的看法，我不需要同意，但是我要尊重，所以这是最重要的。那你刚刚说的你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教哲学的老师，还是教授？跟级别不一样嘛。你既然说是我们亚洲人，就是喜欢问这种事的这个事人的，是不是？我现在就是要这个问到底。所以我是大学的教授。OK， 那你有哲学背景的时候，尤其是美国人，那你这个看其他宗教和佛教的这个角力的时候，你觉得哪里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可以谈吗？可以谈，为什么不可以谈？因为我们可以尊重别的宗教，我们也可以学。因为我的背景是在美国，对不对？所以我必须的了解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因为这个是基本的宗教，在我的国家。对。然后有人会给你，然后你自己选择佛教的时候，你是选一个，你肯定要看到不一样的点。不一样的。这个有，对。佛教是科学的，很科学。不管什么样，佛教不是迷信，它是有科学的思想。佛教是最包容的，最包容所有的宗教。有的宗教很包容，基督教啊、印度教啊什么，他们都蛮包容的啦。But 跟西方的宗教，特别是那一种三个大的回教、基督教、犹太教，我不要说我是批评，我是，你看律师啊，你看我们的思想啊，你可以看很清楚啊。刚刚3个月我在斯里兰卡，我跟30几个医生，我们有去做义诊，然后我有看的1000多个病人。然后我们有眼睛的、妇产科啊、小朋友的皮肤啊什么什么，然后我们没有问你是佛教来免费给你，你是什么宗教你要付钱，没有，我们都不问，谁来谁帮忙，我们都没有，然后我们也没有在那边，好像有一些义诊的团，他们给你看病啊，给你药啊，你要坐下来听那个耶稣的故事，我们都没有。然后刚刚好我们在哪个区有回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都有，我们都不问，多欢迎，多尊重，大家都很平安。佛教这个是我可以说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还有佛教真的很适合这个21世纪。怎么说呢？因为它是最科学的，因为我们是唯一的宗教可以说可以改变你的 DNA。OK。你的 IS， 对，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因为你看到多少的人不是现在去哈佛，你刚刚说的 Oxford 啊，做的研究啊，对，他们研究他们的大脑的癌细胞，它的细胞在大脑里面会改变。它的 frontal cortex 会影响，所以大家都会有比较平安的感觉。佛教的修行会改变从你的
那个cells，从你的 DNA 可以让你改变，多少宗教可以这样子说？当然，它也可能也有那种的影响啊，祷告啊什么东西，但在我们的 meditation 啊，我们的 routine 真的可以影响。你看我们的戒律啊、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打妄语啊，所有的人可以这样子做，没有一个佛教而已啊。你是无神论的，你可以学佛教。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要相信一个神 ，OK 啊，没有人说你需要相信一个神，你要研究这个，帮助你改变你的生活方法，你可以信任。所以佛教有给你这个，第一给你最自由的，美国人、加拿大人，我们都希望很自由啊，佛教是最自由啊，因果报应是你自己做的事情啊，不是我。karma 是你，不是上帝做的，不是佛陀做的。No， 是你自己做的。所以这个是佛教一个特色的地方，没有说别的宗教不好 ，No， 每一个宗教它有它的美丽的地方，它的好的地方，我们相处的地方。能相处。还有你可以看我们佛教影响多少的宗教。怎么说？OK， 念珠啊。？OK。天主教不是用念珠吗？回教不是用念珠吗？对，有啊。从哪里来？我晓得。Really? Really, Buddhist and Hindu， 对呀，是这样子啊。天主教不是有神父吗？神父、圣母啊，他们的生活的方式跟我们寺院的方式超级像，他们也有学过一些的佛教东西。佛教的出家人的这样子的生活的方式啊。有很多东西你可以看到都有被影响的 ，you know，大少少的而已啦。我不是说信仰类的啦，因为我觉得这个说法呢，不知道他们相不相信这样，但至少是你是一个美国人，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你说这样的时候，至少我觉得这个说服力就是比我这样的人说的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还有一个是，我看过这个耶稣基督也很多说法是说，年轻的时候是到过印度或某些地方，然后学习过佛法。你是怎么看的？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他可以接触哪一代的时候也有，因为有一些佛教团体到希腊的地方啊都有了。对。我们最早期的佛像都是希腊 influence、Greek influence 啊。Yes。那个 Vajrapani， 那个经常说菩萨最早期是 Hercules 跟 Zeus 的神像啊。所以也有这个不是我的思想，这个不是我随便。考古和这个是科学，我们可以看的。犍陀罗对佛像啊。是对希腊文化。希腊文化影响啊。从佛陀的头发。因为我这个我可以跟您说，我上个月就是刚好也就是去参观了一个犍陀罗，这个雕塑的这个佛像的一个，按照这个去画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悉尼的一个画家的一个展览。那个总策划人是一个希腊人，他对佛法非常有这个不是非常喜欢佛法爱好的一个人。他不知道是不是实际的修行人，但是呢，他说哇，这些佛像就是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反正那个时候的这些来往是比较密切的嘛。是啊。有这样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忘记古代的时候，有的地方真的有来往的啦。You know， 真的讲，你知道吗？台湾比丘尼不是很强吗？对。很强力啊。他们的戒律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印度哦。斯里兰卡，很多的中国的老和尚，他们要去印度，不是世界过去啊，他们先去哪里？印度尼西亚，学梵文啊。因为古代的时候，印度尼西亚佛教的国家，印度教的国家，然后他们的梵文很特别。梵文 Sanskrit，他们的 Sanskrit 很特别流，很多老和尚
到哪边，然后过去。我们有一个经典很重要，Mahamayuri Vidyarani Sutra， 那孔雀明王经，很多的老和尚推广这个经是从印度尼西亚过去到中国，所以我们晚期的也有很多这样子的影响啊。日本的佛教影响中国，中国影响日本，韩国影响，大家都是互相的影响。所以你说哪个是比较原始的？拜托，很难说。因为古代的时候大家都是来往的。我有一个问题，因为一些阴森道士啊，他们的一些手法 ，OK。有。台湾的法师有时候喜欢说，原始佛教。我说我不认同。用词，我个人，我跟公开讲过了。为什么不认同呢？因为原始佛教的时候，这是历史角度、考古角度，他觉得，大乘是后期才有的，所以它不是原始了，非原始了。所以呢，从大乘的经典角度呢，都是原始的，是不是？所以呢，你觉得这个我们当然是大学里面的教授用原始佛教没有问题。如果我们佛弟子自己该不该用原始佛教这个用词 ？No。OK，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很尊重印顺长老，他学的那个成佛之道，介绍基本的一些佛教的教义都非常好，他的教义是非常好。还有印顺老和尚他自己有讲，这个是他那一代的时候研究了解的，以后他越来越了解，可能也有不一样。因为他那一代的时候，他们不了解藏传佛教，他们不知道，所以他用的有一些的言辞的学的方式，不一定是他现在会这样子想。还有，所以为什么深入经藏很重要？还有佛教的历史很重要。你说南传佛教是原始，我们现在了解的南传佛教跟北传佛教、大乘佛教是同样的时间。它是同样的时间，它不是更早期的一些印度的法脉的啊 ，no， 我懂。它是差不多一样的时间了，所以你说的对 ，no， 我们不需要用原始佛教。你说原始佛教是一些基本的东西 maybe， 但是 no， 南传、北传、藏传都是佛教的，都是从不一样的角度看的同样的事情。还有都是方便法门的在里面的，每一个都是啊。还有你看那个藏传佛教的经典啊，大阿含、中阿含、小阿含都在啊。南传的经也是在的大三经里面啊，都有了。是。然后你说的，我们都是看佛陀说的，不是某流派啊。所以呢，你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汉传、藏传、南传都是就是同一个佛陀的教法，就是佛陀亲传的法，是这个意思对吧？是啊。所以呢，我就从这个我另外一个我也有一个概念，比如说现在他们觉得那个从考古的角度，发现只是发现，佛陀时期没有那个造佛像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那上次确实那些他们这个展出的时候我们聊到这个问题嘛，那个画家我们都是很熟悉的朋友，他叫张铁军的，然后他说他当然看到的是这些材料嘛，他跟我说佛陀是那个时候是这是什么信仰啊，那个什么菩萨信仰啊，什么，反正就是他们有些现在的学术的一些用词了。我说是从佛经的角度来讲。那佛陀时期都有，画佛像、供奉佛像的这个文化，因为这个佛经的根据。那你承不承认佛经？你就是佛经的角度讲佛像呢，还是考古的这个架的手法来，就是讲那个佛像的这个历史呢？当然他们的也有参考价值，但是我说这个要自己去判断，你是怎么看的 ？OK， 这个是我有两个看法。第一，为什么不可以有佛像啊？佛像那么庄严的，佛像代表那么多的法在里面。从他的长的耳朵是
代表听所有的众生的苦难啊，眼睛看向，哎呀，华人的有他们耳朵大的是福报，对对对，修行好。有一些的人不喜欢佛像，特别是西方的国家。我想他们在批评，是因为他们的基督教的思想没有方向。他是用基督教西方的看法看我们的宗教，所以这个我感觉不好。第二，佛像哪里不好？哪里不好？那么多的好的教义是在一个รูป里面的。我看到药师佛，我看到钱德吉，我看到 Guru Rinpoche， 他 inspire me， 他给我一种的让我可以修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六根，为什么不好？所以他原始的佛教有没有不重要，他现在是帮助我。对，这个是没问题，但是我要的是他们有些人说原始就没有，有些人佛经里面有，这方面你有没有看法 Well, OK， 我是看佛经说是有是有， ？OK， 然后我们现在了解从一个历史的关系，早期比较少你会看到佛像，你会看到他的脚，他一个意志，一个Dhammacakkra， 一个法轮啊，不那个还一样是一个รูป，但这是简单的。Maybe 以后我们会那个挖出来啊，会看到一个完整的了。对对对。所以我们不能那么骄傲说，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是。然后还有我会给学生讲，那个不重要。是。我们学习律师好没问题，但是律师跟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是让你解脱，一个是让你 scholarship 还是会让你在轮回里面啊。它的重点不是为了解脱 ，OK， 它是为了辩论。我们现在呢，从你的经历到学术，现在又要回到另外一个状态，可以吗？您80、90年代的那个时候接触的台湾年轻人和今天的年轻人有什么差别？大的差别，大的差别，当然，主要也是从弘扬佛法的角度。对对对，也 OK，so 或者你有别的角度，完全没问题。就因为我是在佛青会长大，对，然后出家以后回美国的时候，91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成立一些佛教青年会在不同的大学里面，还有我在洛杉矶一个道场成立佛青会，到现在还在，有一些佛学会在不同的 UCLA、UC Irvine、Berkeley、Stanford 不同的 university 在美国我们都成立了，然后我一直看年轻人从那一代到现在有开始大的差别，疫情你真的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我们会看到在佛教会，特别是在台湾。我们年轻的时候，哇，一大堆，我的佛学院呢，男众300多，女众800多个啊，你知道吗？我们出家500个人受戒，现在你有10几个已经阿弥陀佛了，山寨哦，你知道吗？少很多，有很多的原因，台湾有完全改变，所以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影响他们啊，可以用他们的时间。第二，我们不够推广为下一代，因为台湾发展的时候，它都是为了中龄的人、大的人，忘记了年轻人。然后这个我们可以跟基督教判断一下，可以看一下差别。你去任何的基督教堂在台湾，在外面它的墙壁会说，礼拜天都有他们的礼拜，对不对？然后有年轻人，然后有小朋友啊，所有的基督教堂都有一个专门时间给年轻人。
然后你问佛教徒在哪里？有佛光山，那个是一个团体。法鼓山有2个团体，但是台湾有2万多个庙，或1万多个庙，所有的基督教都有，有大的差别。我们忘记了，我们以前是他们的年龄，他们需要什么，他们要什么，我们越来越看不到，不了解他们的世界，他们的世界跟我的世界不一样。我们的师父说跪 ，OK， 我跪。现在年轻人，我不要跪。我们烧我们的头 ，OK， 你要我烧多少次 ？OK， 烧。你烧了吗？烧，我已经老了，所以看不到了。Okay. 但是我们都有烧了很多次。OK， 师父说什么你做什么。现在 no。现在大家你要开一本书，年轻人不开。你要用电脑，你要用你要了解他们的世界，他们要什么。然后汉传佛教我不是批评，但这有一个地方会影响很多年轻人，很多道场都是 no， 你进来 no， 你做什么 no， 然后他会问你为什么你来，不是有吗？3位年轻人。很多年轻人有这样子碰到的事情，你进来呀，来帮忙所以啊！他们围绕着你，是因为你天天说 yes 吗 ？Yeah。OK，请你继续。不是 yes 而已，你要了解他们的世界，你要记得你是有的时候，我们让法师跟居士要尊重。尊重是尊重，师父是师父，对不对？人不行是人不行，一定要 respect。但是我们不是在一个很高的地方看下他们了 ，no， 是一过的。我要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要了解我的生活，他们帮助我做一些事情，我也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然后最少我可以给他们一个耳朵听，了解他们了。我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开始跟我上课，7岁8岁，现在30岁啊，他们还学佛，还是都有做功课，都会有负责佛法。然后你要教他们，今天你有做什么伪的修行？你今天你有做什么伪的佛教？你今天有做什么为了孝顺你的父母？所以你下一代知道孝顺是什么。所以教义是特别重要。还有，我们佛教徒不能那么固执啊！很多我们佛教徒说不可以改变，不可以改变。佛陀不是说什么都是无常吗 ？impermanence 啊。如果你加拿大，我们不是学这个吗？但是我们最固执啊，一定要这个方式啊。一个模式，固定化。我记得90年代马来西亚有做很多的佛教的歌曲，英文的，然后我们在西来寺我会放，然后有一些法师会马上说不可以放，他们为什么不可以放？有人说这个是 rock and roll， 不是 rock and roll， 这都是佛教的歌啊。No， 我们听不懂，你听不懂不是代表是不好的东西啊，这都是佛教的啊。是。然后很早期你不知道佛光山被批评多少的，为的放冷气。放冷气都被批评了。对，早期佛光山被批评，大殿有放冷气，居士的住的地方有冷气，不是出家不是出家人啊，但是大殿。他们以前的思想是很保守。所以宗喀仁波切说过2个点，一个是他年纪小的时候学英文，他们觉得就是你是学这个拉鲁，就是一个歪道的语言那样的看的。另外一个呢，我跟仁波切的访谈当中他也说过，我们佛教徒对16岁以下的年轻人好准备啊，意思就是
对他们的这教育方式，我们佛法的教育的准备是劣于。你认同吗？是，所以怎么办？所以要培养年轻人，所以要培培养养，年轻人我们都知道啊，哎，但是怎么办？怎么办？那办法得办。要办年轻人的活动，要办年轻人的图书会，要了解他们的世界，用现代的音乐，用心理学科学，你知道吗？你去任何的心理学的医院或研究所 clinic，在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98%的心理学的医生全部都是基督教的。但是心理学是基督教的最差，佛教最丰富，我觉得。是，但是你看他们用现代的方式吸引很多人进来，他们有很多的年轻的活动吸引他们进来，唱歌啊什么东西，佛教本来都有这个啊。对。因为真的讲，我们的防备，炉香赞啊、包顶真香啊、拜忏啊，这个都是古代的、现代的音乐啊。我给你办。你说。你那个不把这个几个你넘바 이인바치 단사를 배제하면 오지 않는 게 이 팔교가 땅이 야. 나 스스로까지 잡아, 가디까지 잡아 이 지치는 치는 거. 이 점상가 때니 아니. 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是曾经有一个歌西，变成基督徒。哈 Yes。 게시마다. 게시를 되는啊。게시마. 老张我记得。OK，他说不是给西的。不，反正是反正我有这个一个藏传佛教这个学习比较不错的一个藏人，博巴人。博巴人，而且博巴人，日本。OK， 就是在三大寺院这帮学习过的。啊，就然后在哪里？在台湾还是在印度吧？后来反正变成基督徒了。然后呢，被人问说你为什么信基督的时候，他说因为佛教也是我们都相信很慈悲的一个存在，那耶稣基督也是很慈悲的存在。但是呢，我们这个佛陀问说我要求你，你要救我，佛教说你自己要努力，我会别的办法。那耶稣基督就说你相信我，我帮你，所以他觉得基督好。他的意思是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所以 OK， 你要这样子的方式，你相信真人是就好了，真人是一定会救你啊。但是他没有啊。是。我的门呢，一定会救你啊。是。古人不是一定会救你，你相信就好了。Every day,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tare tu re swaha. OK，you believe。但是他不够有人在他的旁边，然后基督教他们有方法。好，你有问题，来，我教3个4个人都关心你啊，都跟你讲话，我们佛教徒不够团结，不知道什么做 fellowship， 那个 fellowship，but anyway fellowship，you know， 反正即使信徒集会呀、讲话，所以你难的时候，你有思想的时候，你都可以问，都可以救他们的。对。所以呢，其实我也听过，就是好像是那个人说呢，他用一个比喻，他说是如果一个人掉到水里面，然后就是佛教就是帮他好像就是慢慢去游泳。然后就是到了对岸，然后就上来，然后呢自己要游泳啊什么的，学会游泳。那耶稣基督呢，直接有像吊车一样在空中，现在那个直升飞机就是拉上去一样的，他觉得这个比较快。但是我的角度也完全是这个是不行。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更快，他能拉上的话，我也行。我也行。我为什么喜欢我们说大圆满很殊胜呢？因为它更快能够让我们解脱啊、成佛啊。
所以就是没没有没有任何理由不能相信。但是问题来了，你先怎么证明耶稣基督？先怎么证明推翻所有龙树菩萨的理论呢？怎么能成立这个造物主，是吧？然后呢，就是有种种的逻辑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后呢，很难无条件的相信他。是啊，这就是这样嘛。所以佛陀的四圣谛释法音，就是真的是我们世俗的一种的概念里面呢，至少是可以想象的，它有一个合理的这个基础。真的讲，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你跟哪一种的交易有因缘 ，OK， 对，但是你不要批评其他的，是因为这个可以帮助你，但是不一定是每一个人也可以。我没办法。所以呢，我现在就是问的比较那个一点，比较简短一点来讲，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呢，您现在实实在在的，您现在不在98年代了，现在在21的已经第25也就是说2025了。所以呢，今天你怎么带领你的年轻的台湾的学生？我们需要安排活动，让他们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系啊。性质的活动，我也知道，会功也是一个活动，八关斋戒也是活动，让你三个小时站着要噔噔噔噔，那么也是活动，但是年轻人吸引的活动的不多了，要用现代的音乐、现代的电脑类的介绍，讨论会。你要让他们有可以看经，然后拿这个经的一个地方，好，跟你的生活有什么关系？金刚经跟你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心经可以帮助你什么样子，用在你的生活里面。他们要生活，他们要解脱他们的压力，所以从哪边可以开始？给他们机会做慈善的东西，因为这个是年轻人。讲话太多了，他们不喜欢。你要跟他们互动，这个也是一个重点，真的是。所以有一些的法会可以做大礼拜，但是你要介绍为什么大礼拜是很重要。然后你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OK， 减肥、yoga 啊，反正这种东西，跟生活有关系的。为什么不可以有 yoga 的课？是 ，yoga 可以呀，那个素食的啊。那个不一定舒适的，反正很多你的 program 也是要很特色。其实佛教素食也很好，因为素食跟环保年轻人喜欢的。是，所以这个可以做。律师是有关系。然后可以做一些的讨论的，佛法跟 AI， 佛法跟你的家里有什么跟你的父母讲话，什么面对事情，讨论是很重要，给他们法。他们可以用到，但是要用白话，一定要白话，然后给他们机会提出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也是要听他们需要什么。在美国，每一个月我们会让年轻人自己提他们要学什么东西，然后有几个他们要做日本的漫画跟佛教，然后他们做漫画跟佛教。我们3个月一次会有一个晚上，我们都说 movie night， 都是看电影跟佛教的关系，不一定是佛教的电影，但是有的时候佛教的电影，然后结束了让他们讨论，然后给他们活动可以自己互动，所以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继续做。你有2个人继续做，你有25个人继续做。台湾坚持一定要坚持，你没有坚持做下去，你人忘记了。有的时候一个团体很旺，然停了。台湾有做 summer camp 那个生活营啊，有的时候1年1次2次，其他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你没有默契。你没有那个机会，你要给他们机会，常常见面，常常在一起然后永远不能忘记要一直
找新的，他们很快会40岁、50岁已经不年轻了，所以要找下一代的了，你不能停啊！你们要淘汰吗？应该不至于的啊。现在你们都是30岁以下的吗？ No，哦，没有 ，OK。所以你看，所以他们很快也变成老，所以你一直都要想下一代。按2个地方都要照顾，老的一定要照顾，因为他是你的供得主。这个是现实啊，现实的问题非常认啊，同呀。没办法。不，他们是你未来的供得主，所以你要照顾他们呢、以前有未来佛，现在佛，过去佛3佛，现在有30功德主。过去功德主，现是的。因为现在我们的世界是不一样，对，我们照顾一个道场也是要不一样。因为现在你没有这个，没办法，那个电、那个冷气不是突然的啊，一定要。我不是说谈，我不是说利用 ，no。对。但是我们需要一个。这个足够的开销。是啊。安定的这个环境。我们可以有多的话做一些慈善的东西，很像我们去斯里兰卡，全部的医生都蛮年轻啊。我们有带一些的大学的学生来当义工，他们很开心。有的时候他们参加1次2次，慢慢来，他们会开始问佛教的东西，学习都可以开始。那你觉得现在佛教斯里兰卡、印度、台湾、其他的大陆，或者你所知道的这些地方里面，对为年轻人做的相对比较好的是哪里？日本没有。也许是越南。因为越南的年轻人现在很有热情，很有因为你知道吗？现在呢，有时候是我觉得，他们在参加法会，这些人呢，如果那个法会的现场的一些照片和视频和一点点能够愿意放在 IG 上面的话 ，Instagram， 其实是这个是一种间接图，非常重要，这是一个累积功德的21世纪方法。但是呢，这些自以为修行，他们就非常排斥，觉得好像偷偷摸摸一样的。但是呢，目前为止，越南人呢，他们更见上师，当然呢，有一些地方呢，就是不太方便的，我们知道啊，有一些政治环境不一样的话，那不一样。一般没有这个顾虑的时候呢，其实是这种是要多分享。你知道吗？但是呢，越南就是那个做的现在都真的做得很好。越南是很像我去越南的时候，我感觉是很像台湾80年代的时候，那一种的年轻人要学要做啊，所以他们有很多活动为的年轻人啊。按你说的 ，Instagram、Facebook 已经老了，但是在越南的朋友 Facebook 继续用，而且继续放很多佛法活动，佛诞节的时候都很活跃的。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马来西亚做佛诞节做得很好，马来西亚的佛教有很多年轻人的活动，这个是马来西亚做的真的很好。一些团体在国外也是做得很好，美国啊什么加拿大，佛诞节他们有 parade， 他们有那个花车。槟城有100多个花车，100多个庙，做一个花车，全的槟城他会过去，有安排很多那个地方，都可以年轻人可以做活动，佛诞节的时候。对呀，我们的 Christmas 啊。对。你看呢？马来西亚是回教的国家。我就是这样跟别人说过了，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但是他们有佛诞节，佛诞节是他们的国定节。再加上真正那些华人非常团结一致的，90%占多少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全国性的在办。是啊，30%的人口。那个马来西亚佛诞节是一个放假日，台湾没有啊。对。台湾是佛教的国家，我们80%的人口都是佛教的，台湾没有。不合理。名义上有。
名义上，但是所有的马来西亚 public holiday， 银行什么都放假。印度印度教的迪巴瓦里下个礼拜是拜那个吉祥天女啊。国人。咖喱。那 Lakshmi。Lakshmi 呀。呀 ，Lakshmi 马达那个22号啊。对。Next week 啊。你看。所以呢，我觉得本身呢，他们说看播要不要讲一点什么东西我说太忙了，看看吧。还是要不要跟一个法师一起谈一下？他们很低调，就跟我讲话就很客气，真的这个可能年纪关系什么不知道，他们这边就这样。然后呢，后来说是那个法师到底是谁？他大概讲了你的基本的这种背景这个修学的这个经历是一定要跟他约。这是为什么今天晚上我明天要回去欧洲，今天一整天从早上7点到刚刚5点就是参加法会，然后接下来有一些饭局一样的那种，跟一些学生一起吃饭。那你也不辛苦了来到这里，而且来到之后呢，我就格外非常自在，非常开心，而且一起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也就是没大没小的那些，又大声又觉也没有好好的放，但是这个都基本上是我是故意的。为什么呢？我就是觉得这可以很放心、很自在的，这一种内在的一种，也许是一种共鸣。无论如何，实际上真的跟法师一起的这种探讨的过程当中，看到整个完全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 international 的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我们谈的时候，就是能看到很多，无论是三大传承也好，年轻化也好，问题也好，负担也好，不是在同一个空间看，而且各种的空间放在一起，成为一体的另一个大的空间一样的。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两个有什么特殊的怎么样，但是这个本身就是大家的经历环境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形成的我们的这个思维和看法和角度就不一样。所以呢，这方面我相信今天您的开始对观众会有大大的这种启发，所以非常感谢。那接下来呢，我要跟您一个今天你是荣总佛教频道的贵宾，所以就是这个是我们荣总班智大西藏的这个尤其是宁玛传承里面，它也是大圆满传承的祖师。我自己各方面就有特别，就是能弘扬一点点的他的这个传承和智慧，我也希望能做。再加上呢，透过这个频道，也至少有些人知道他的名号，我相信是对那些听到的人能有更大的意义啊。这个是我自己去年在台湾做了新书法国会的这个达摩斯论，这个就是四心观、婆香论、无性论、须脉论，还有加上雍家真道，这些是我从中文翻译藏文的，所以官方对照，所以就是这个贡献给你。感恩。这个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散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有的没有的，如果您不嫌弃。哪有不生气啊？那好开心接受。OK， 尽量模式。感恩很开心。所以就是这样，那就今天非常开心，这样的一个互动，我们希望下次有更多机会。好，那感恩看博，真的很开心啊。Namo Garbe Namo Buddha